Hello，大家好，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6年2月11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領導嘅自民黨喺過去嘅週末舉行嘅日本大選取得壓倒性勝利，喺國會眾議院中獲得絕對多數嘅席位。今次嘅選舉結果令執政嘅自民黨無需依賴參議院即可通過任何嘅法案，從而獲得極大嘅自由度。選舉結果之後，市場初步反應顯示日本國債嘅債價同埋日元受壓，但係其後日本最高外匯事務官員三村淳發表關注外匯走勢嘅言論之後，日元弱勢有所緩和，美元對日元喺今個星期三亦都曾經回落返154以下嘅水平。短線而言，若果美元對日元回升去到160左右，呢個水平或者被日本當局視為進行外匯干預嘅防線。花旗分析員預期美元對日元將喺嚟緊6個月回落返大概145嘅水平。紐元方面，紐西蘭舊年第四季嘅復甦情況較花旗分析員預期嘅佳，而通脹升溫亦都令紐西蘭央行喺嚟緊6個月觀察數據變化，再評估利率嘅前景。因此，花旗分析員唔再預期紐西蘭央行需要再次減息。最新預計當局喺2026年維持政策利率喺2.25%不變。紐元對美元嘅交易區間或者已經上移，紐元對美元喺0.62嘅阻力比較大，支持水平或者喺0.57同埋0.58嘅附近。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